土中生白玉的白玉菜头，嘛因为美浓一向是客家川的代表，所以成做客家文化的另外一种象征。因为这种白玉菜头的肉质油搁杂白，纤味嘛较油，食起来都有一种脆搁油的口感。菜头哦，水分足饱，所以你第一喙咬落是甜的，但是差不多步3-5喙了，就开始反咸。靠着一团杂、十团饱的宣传，拍开美浓白玉菜头的好名声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